请出示你的驾驶证。我驾驶证放到屋头了。我看你不像本地人，你啷个晓得？我拿个本地人给你看看啊。牛皮！这兄弟找到了兄弟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你都等着养爹吧！能不能不要脱我衣服啊？每次出来都脱我衣服。走，咱俩回家。他妈的，给你演了是不是？走。往人来一点嘛！抱着他一个。对，来一点嘛！啊！大鱼！你哪？你咋还能啊？我找死你！摩擦，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。姑娘，这水晶葡萄里头它咋没葡萄呢？这水晶葡萄里边还得给你放点葡萄呗，老婆饼里还得给你放个老婆呗，鱼香肉丝里边还得给你放条鱼呗，这尖叫还得啊！哎呦，我的妈！这胡说给我他妈吓一跳！老爸，你在干啥呀？有点板子。啊，这个。都给我站上，上来，我上来！哎，这小飞先说呀，我们去搞了一下。你干嘛？我操！小小二郎啊，背着书包上学堂啊，不怕太阳晒，不怕风一撞啊。来，借我一把，来，借我一把。哎，赶过来，我逮个鸟。那你帮我抓一下，我喊123，你们帮我抓啊。好，1、2、3，走。Who let the dogs out? Who let the dogs out? Who let the dogs out? 快来，推车！好，铁们，
大型舞台魔术啊，人体头部分离，以往都是假的，这回绝对是真的。上方的加号点亮，红心点亮。喂，哎，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这你干啥来了？我操！你干啥？干啥？哎，我操的！点的不？轻点，我点的不？轻点！我操！点的不？哎呦我操！哎呦，大逼这个臭也不着啊！哎呦我操！你来吧，来。大哥，钥匙纹你忘拿了。我操的！哎，大弟呀，接大哥来呀！哥拿的呀！哥拿的！来了！哎，大弟来了！哥！两火柴啊！打到有个双击。你有病吧？我操，不是我打的。我知道不是你打的，我看你他妈的没看过瘾，你看够了没有？你看够了没？你看够了没有？你看够了没有？又不是我打的。哇，哥，这里有鱼啊！哇，好大呀！我操！哪里有大鱼啊？哇，我操！哦，哥慢点，小心点啊！哦，快点上来！我操！快点上来！石头剪刀布！哎！对不起，我操！打我！亲爱的，我俩这样让我老公知道不好吧？你老公知道了又能咋地？啊？啊，你看好了三娃啊，爸爸选哪个你选哪个，知道吗三娃？哪个？这个，哎，好宝贝儿，真聪明三娃啊！看好了三娃啊，爸爸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我选这个，你选哪个？哪个三娃？哪个呀？
你好讨厌。